今次睇到呢兩個個案，尤其是細路康復翻，係非常之開心。不過唔知嗰啲遺棄寵物嘅主人睇到呢啲個案，會唔會覺得加倍羞恥呢？今次 Juliana 用咗5位數字挽救咗一隻喺街邊受傷嘅兔仔。無論你哋覺得值唔值得都好啦，我覺得 Juliana 自己最清楚。呢啲個案咧，亦都證明咗，無論你嘅醫術係幾咁高明，儀器又幾咁精良都好，都仲要一顆尊重生命嘅心。相比起貓貓狗狗，爬蟲類動物咧，似乎唔係咁受人類歡迎，所以佢哋嘅疾病同醫治方法亦都比較少人認識。好似呢一條蜥蜴，表面好正常，但係原來佢成肚都係蟲，手指仲會隨時甩出嚟添。哇！隻甩咗添。而呢條蟒蛇患咗感冒，醫生點解會知？流鼻水定打乞嗤？今日兩大爬蟲一齊嚟睇醫生。其實呢條松獅蜥之前俾人遺棄喺後樓梯，亦都曾經有報紙報導過。隻蜥蜴其實係最近一間新聞嘅，係關於喺大角咀唐樓，咁有市民發現有幾隻蜥蜴俾人遺棄咗喺後樓梯嗰度啦，輾轉交咗俾我哋協會，咁我哋協會就都盡我哋能力去醫佢哋啦。而松獅蜥嘅主診醫生就係拿手醫治爬蟲類動物嘅 Dr. Terry Yu 余志軒醫生。呢條蜥蜴上次就嚟過嘅，咁上咗 condition 嗰個情況係差好多啦。佢啱啱領養翻嚟嘅時候，佢好瘦，唔食嘢，同埋佢可能嗰個俾人韞住個環境好差、好潮濕咧，咁就成身都起晒膿瘡嘅。但係而家佢做咗一輪治療，同佢餵翻佢食嘢啦、杜蟲啦，同埋佢食咗一個抗生素同埋搽藥膏嘅療程。而家佢其實個身上面啲膿瘡全部都乾身晒㗎啦。皮膚問題啱啱先至話好啲，松獅蜥今次覆診又面對另一個問題。不過佢都有少少後遺症嘅，例如佢先前佢有啲手指咧，佢就發炎都好緊要嘅，咁話佢隻甩咗添。咁佢呢啲手指佢前面其實都壞死咗咯，咁佢個手指就會甩咗出嚟，就廢咗隻手指。其實呢隻都有機會呢度會喐唔到嘅，咁佢有幾隻手指都其實都冇咗噶啦。咁呢邊呢隻手指其實我見佢都唔係好喐到咯，但係佢又未必會好似呢邊咁截斷嘅，咁但係佢整體都唔會影響到佢生活嘅第時。松獅蜥之前嘅主人養錯方法，令佢周身病。余醫生仲發現佢肚入面好多寄生蟲。大部分爬蟲咧，其實都有少少寄生蟲，但係如果佢個飼養環境惡劣咧，啲蟲就會生得好犀利嘅，咁就影響佢營養吸收啊，或者甚至乎令佢肚屙，或者影響佢胃口，咁佢成隻動物個狀態就會變差，免疫力都低，好多時所謂嘅皮膚病啊，或者其他嘅感染咧，都係因為佢身體唔好而嚟嘅。經過余醫生嘅診治，松獅蜥已經生猛咗同肥翻好多，只要接受多次杜蟲療程就健康在望啦。而阿 Jack 另一條暫養嘅球蟒近排就唔食嘢，余醫生懷疑佢係感冒，不過醫生點知呢？好多時我哋去檢查條蛇嘅時候咧，如果佢氣管多痰有發炎咧，你摸住條蛇去呼吸嘅時候，你都已經 feel 到佢個身體有啲微嘅震動，因為有痰，好似你有痰你呼吸你咪會咳聲咁樣，條氣管都會震。咁你就譬如你摸有時都會摸到嘅，唔一定要照 X-ray 先知嘅。咁你睇條蛇其實佢都精神嘅，一條病嘅蛇就唔似好似佢咁對個環境咁好奇嘅。譬如佢喺呢個檢查期間咧，其實佢成日伸條脷出嚟好吐信嘅。咁呢個係佢對個周邊嘅環境好好奇嘅一個behaviour 嚟嘅。佢伸條脷出嚟去 pick up 環境裡面嘅源頭粒子，然後佢自己食翻落去，佢就睇下佢有個味道係乜嘢嘢，佢就靠呢樣嘢嚟到睇下個環境係咩環境啊，周邊有冇獵物啊，有冇佢嘅 predator 啊，或者係咯有冇嘢食啊，譬如有隻老鼠經過，個老鼠嘅氣味佢喺個空氣裡面去 pick up 到，咁佢知道周邊咪有嘢食咯。
任何動物都會病，包括爬蟲類。但係原來喺常規獸醫課程裏面係冇得學點樣醫爬蟲類㗎。而特別鍾情爬蟲類嘅余醫生就係靠自己不斷學習同研究，成為咗爬蟲界嘅救星。到底係咩令佢走上呢一條路呢？第一隻寵物就係一隻巴西龜。咁啊養下就唔知點解死咗，對自己都唔明。到我真係讀完獸醫出嚟嘅時候，因為本身讀獸醫就完全冇教爬蟲嘅醫療嘅，咁就開始自己研究咯，睇書啊，或者自己研究下，咁慢慢就用咗5-6年時間就開始明佢哋做乜嘢嘢，就開始幫人哋醫爬蟲添咯。其實對於任何動物，不論大小，余醫生抱住嘅都係一顆尊重嘅心。我覺得動物佢自己有自己存在嘅價值，佢唔係因為我哋當佢係人，所以呢隻動物先有價值嘅。我哋自己應該要尊重動物本身存在嘅權利同埋佢哋嘅價值咯。有陣時我譬如上網睇啲人成日好強調狗係同人係做到朋友啊，有個人去細個抱過隻獅子，跟住10年後見翻個獅子會攬翻佢。咁啲人覺得呢啲嘢好窩心，所以就覺得動物好需要尊重。咁喺我心目中，動物就係動物，動物對我嚟講就係好重要，同埋一樣好值得珍惜嘅嘢嘅。佢唔需要係我個女，唔需要係我個仔，但我自己就係中意佢哋咯。